各位兄弟平安。咱要咧以前咱来练习咱早起要吟的诗。首先，咱来练习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第一节，我心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主上帝大仁义，日日是我乐的心，我感谢。我心所应着，我最好的目标，有关天命下让我行，也水的草木的欢喜抓关的。我赞我心所应摩托人来主耶稣，你听我的话归我路，心灵甲我命是有你为救赎。咱今仔这首580首，要吟3节尔，第一节、第二节、甲第5节。好，咱过来练习136首。耶稣做我牧者。耶稣做我牧者。心酸。
车。那有揸手机的人，请你将手机关做震动，多谢。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抗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想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关联，甲你的荣光，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殿院的即号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咱三个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580首，我的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咱吟第一节、第二节、第5节。我心大喜，我的嘴的吟诗，我家所兄弟多敬意，一切是我了，一米七我感谢。山呀不高扬，我心所听听，我心所不讲，一观念没讲，罗马讲，几句草木一花一。作万喜，我当感恩当欢喜，我心所以莫多情。
起诉，我以感谢的国故。咱大家用许多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利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大家来用上帝的话来启应。启文55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启文55篇，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得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进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哪着因为要食什么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予人ฮ็落火炉。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你毋免操烦讲，我要食啥物。遮个拢是外邦人在对找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咱三角来祈祷。至尊至圣万国的阿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学了你。你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我要伫列邦中来讲起你的荣耀，伫万百市中讲起你奇妙的所做。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亲爱的主，感谢你是价顶的宝血来洗清阮一切罪，除去阮一切不义，阁为阮做清洁的心，互阮内面有换新正直的灵，帮助阮时常亲着你所赏赐互阮的全副军装，我靠你的大能大力，过着得胜的生活。亲爱的主，你是阮的大牧者，阮是你草场的羊，阮相信无论伫什么境遇，你的确拢甲阮同在，帮助阮顺服你的引带甲带领。阮相信你的确要照着运行伫阮心内大能大力，长长足足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若带心求你的国甲你的义，你就要将一切好物赏赐互阮。因为既若求的，就要得到；敲吹的，就要找到；敲门的，就要甲阮开门。
亲爱的主，阮的国家现在面临极严重的旱灾，恳求你降落雨水来滋润阮台湾这个土地，解决阮的国家欠水的问题。求你的圣洁、公义、真理充满运行伫阮的国家，保守阮的国家免受别国的侵略。亲爱的圣神，求你不断来充满阮、提升阮、扩展阮。你是能力的灵，你是喜乐的灵，求你帮助阮会当时常喜乐，不住祈祷，万事感谢，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基督的形象，互阮的生命会当彰显上帝你的荣耀。阮的祈祷是奉靠主所基督的圣名，阿门。信高地要用歌的荷兰祝福的歌来上赞。三较来强读上帝话，记载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到18节。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群放杀性命，最请工的毋是做牧者，羊也毋是伊家己的羊，看见豺狼来。放杀羊就逃走，豺狼咬因，赶散因。这是因为伊做请工，无关心伫羊。
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爸捌我，我捌爸一样。搁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我还有羊，毋是属即条的，我的确着带因来，因也要带我。因也要听我的声，搁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所以爸听我，因为我放杀我的性命，通过福着伊，无人对我处伊，是我家己放杀伊。我有权通放杀，也有权通福着，这是我对我的爸所受的命令。以上。愿上帝赐予咱所在话，搁遵行伊的真理去行的。讲到牧师所要传予咱信息是，予我一个好的陪伴。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当阮三自节踮伫你面前的时，愿主你亲自对阮讲话，愿主你正做阮的帮赞，正做阮的气力。互阮不断对你的话语中间得到帮助，也超找生命的路。阮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这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大家三自节做一伙。伫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咱愈来愈看见少年人离开教会。少年人离开教会有足侪无共款的原因。拄好这几天，我有机会甲一个大学的老师咧讲这个议题。这个大学的老师伊是基督徒，伊就问我一个问题，伊问我讲：牧师啊，你想看觅？教会面对现在这个青年人，咱到底会当提供啥物啊？因为当现在这个少年人，伊讲伊踮伫教学现场所拄到的是，这个大学生根本就感觉明仔载伊拢毋知要安怎过啊，所以伊敢若关心现在，伊敢若关心今仔日我会当过就好啊。我袂去看讲一年后是安怎，甚至一个月后、一礼拜后，伊袂去关心。所以伊就咧问我讲，牧师，所以你感觉咱到底伫教会中间应该爱讲啥物？我想诶，老实讲，真正足歹回答诶。因为咱真正足歹找一个答案，讲甲这个少年人讲，你着安怎就对啊。这个老师佫继续讲，因为现在的少年人，你甲伊讲吼，对未来有愿望，老实讲，伊无啥想要听。大学的时阵，因会受到足侪无共款的，有足侪吸引因眼光的事。你要甲伊讲未来的日子，也是讲一个愿望。这对伊来讲真正伤过遥远，所以伊就一直咧，伊诚做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伊嘛一直踮伫学校中间咧问这个问题：到底如果要传福音的时阵，咱会当安怎做？所以咱就一直咧想着到底应该安怎做。我对甲伊讲话了，我想到现在，拢敢若一直找袂出一个啥物款的答案。慢慢想的时阵，我开始想一项事，敢真正一定要有答案吗？我毋知影安怎，大家会安怎想这个问题？咱敢真正需要一个答案？也可能另外一方面，咱来想，可能爱想的问题是：耶稣敢有互咱答案过无？伫圣经中间，耶稣敢有互咱一个真明确的答案吗？当咱逐摆来到伫教会中间，咱不断咧敲找的时阵，耶稣互咱的答案，敢若毋是一个会当解决一切的答案。耶稣敢若用一个形象展现伫咱的面前，迄就是伊的软弱，迄就是伊的受苦，然后伫受苦了后去面对，搁煞来，到底对跟对伊的人要安怎行头前的路程？所以伫愈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间，我愈感觉，确实教会伫现在这个时代是足软弱的。教会伫现在这个时代，面对遮尔侪问题，面对遮尔侪变化，面对遮尔侪少年人因面对生命中间
超找袂着我明仔载到底要安怎行的时阵，老实讲，教会真正非常的软弱。有当时当咱要去讲传福音，咱要将耶稣介绍互伊，但是老实讲，我嘛毋知影过来，伊的生活敢有法度真正得到足大的改变。特别咧面对济软弱的人，面对济丧乡的人了后，除了替伊祈祷了后，咱阁会当安怎做？除了替伊祈祷了后，将耶稣传互伊，过来咧。所以我一直咧想，教会伫即个时代确实是非常的软弱，但是嘛，毋是干那安尼那尔。其实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嘛干那咧问即个问题。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嘛一直想要问一个答案。迄个答案是：敢会当出现一个领袖带阮来就甲所有现在一切全部拢改变啊？敢会当有一个领袖出现，互阮一个真明确的答案？然后，这个世界就会当照着犹太人原本所想的，照着因所想的，就是一个政治的改变。互罗马帝国规个拢拍败，所以犹太人重新搁恢复因认为的。因期待一个领袖，但是耶稣讲我是啥物？因期待是一个领袖，但是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然后这个好的牧者佫讲，我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这是一个真大的差别。当所有人拢咧期待讲一个政治领袖会当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一切生命中间所拄着的问题的时阵，结果耶稣所讲的是我是一个好的牧者，然后这个好的牧者要为着人放杀性命。当然，当耶稣咧讲牧者的时阵，对犹太人来讲，因自细汉读到大汉，因为诗篇23篇拢讲甲真清楚，对无？上主做我至好牧者。伫诗篇23篇中间，因读了足济，但是对这羊群来讲，因敢真正了解牧者所扮演的嘛？当牧者行伫因的头前，咧管教因，带因经过死荫的山谷，到伫安静的水边，伫青翠的草坡底下咧安息。着咱读的时阵，拢感觉清静的、安静的水边、青翠的草坡是一个水的所在，但是千万毋通袂记有啥物死荫的山谷。当牧者带羊群咧经过死荫的山谷的时阵，羊群敢真正遐尼愿意听牧者的声音吗？当因拄着济困难，当拄着济灾害、灾难、围雷点伫因的身躯边，随时会拄着危险的时阵，牧者伫头前带因要行过这一切，因为知影讲未来有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的时阵，敢遐尼羊群敢真正遐尼愿意跟对伊吗？甚至当这个牧者为着羊群牺牲家己的性命的时阵，羊群敢真正了解牧者所做一切吗？因敢会接受这吗？对犹太人来讲，这敢若是一个一直以来真大的问题。因为虽然读是安尼读，背是安尼背，但是因敢若无遐尼确信这件代志，所以放袂去牧者的引带的时阵，犹太人行往一条通往死亡的道路。因掠准的牧者，结果到后来，耶稣讲这个人可能是啥物？请工的。因掠准的牧者，无想到讲耶稣伫遮写，甲咱讲有可能是所请的，是一个请工的人。这个请工的人，因看起来外表是牧者，但是实际上咧，因并无关心羊群的需要。灾难一出现，危险一出现，这个人就安怎？大声逃走，大声先放落这个羊群逃走，
所以到上尾啊，豺狼掠掉遮个羊群，赶散遮个羊群，后来整个的群体就四散，因为对遮个请工的人来讲，这毋是重要的，这是假的牧者，因无要紧。现在遮个羊群到底因的需要是啥物？因敢若关心到底踮伫整个的制度内面，踮伫整个宗教的体制内面，因会当摕到啥物？所以当耶稣咧行神迹的时阵，遮个请工的人反应是啥物？耶稣伫安息日医治一个患病38年的病人，因关心的是为虾米你拍破安息日的规矩？耶稣阁医治一个青眉的人的时阵，因要紧的由原是你为虾米要拍破安息日？迄原本看会到的，颠倒则是看袂到的。原本青眉的人，颠倒并则看会到。这个世界真正重要的是啥物？耶稣将牧者甲请工的人摆伫咱的面前，看咱到底要做啥物款的选择。嘛，问咱每一个人，咱敢真正相信牧者要引带咱吗？一个社会的发展，咱需要足侪制度，咱也确实透过这侪制度去照顾每一个人。但是自过去到现在，因为整个社会一直在变化，制度无完全，所以制度需要一直在改变。制度在改变的过程中间，咱会感觉讲啊，照一个制度咧行就好啊。但是嘛，侪人开始咧反省讲，到底对遐个软弱的人，对真正丧向的人来讲，制度会当做啥物？到底对软弱的人、对丧向的人来讲，制度会当改变啥物无？踮伫真正庄脚的现场，过去我不断发现，就是足侪有问题的囡仔。陆师娘有一段时间踮伫国校内面咧教，讲做迄个故事妈妈。伊转来了后，甲我分享一件代志。伊讲入来去现场，看到全班差不多20-30个囡仔，伫遐咧讲故事的过程中间，感觉正常的，咱讲正常的是会当坐伫遐好好听你讲话，无误的呢。30个内面无误的是看起来正常的啊。伊大概转来咧甲我分享讲，有即马大概咱愈来愈知影雅斯伯格啊、过动啊、情绪的障碍啊，大概一班内面30个囡仔，超过差不多25个是这个状况。啊，所以迄个老师，伊就看因的导师在后壁，逐工拢拿亲像咧相拍，逐工拢歇斯底里咧喊话，不断咧喊，但是囡仔的状况完全无法度改变。所以有一日，阮就甲这个老师咧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即摆这个囡仔，特别踮伫庄脚的囡仔，问题愈来愈侪？啊，这个老师咧讨论的过程中间，互咱一个可能性的答案。伊讲，因为过去踮伫台东原住民的家庭足侪，啊，原住民的家庭足侪对弱势家庭来，所以对妈妈怀孕的时阵都无好好照顾啊。对囡仔还搁伫妈妈的腹肚内面的时阵，咱即马踮伫咱中间，咱若一个人怀孕，咱就摕足侪物件互伊补，啊，食营养的，啊，顾伊的身体。但是踮伫弱势的家庭中间，伊完全无遮个物件，甚至继续安怎？继续啉酒，继续食薰。所以对遮个囡仔到出世了后，就开始有足侪复杂的问题开始走出来。啊，但是咱期待学校会当扮演一寡角色，但是当老师真正徛伫遐下面超过20几个学生，全部拢是。那亲像战场的时阵，老师逐工的生活，老师家己嘛记载袂了，老师嘛完全挡袂了。啊，所以踮伫这个过程中间，教会嘛看到这个需要，所以教会嘛就想要去关心，
所以投入东港入去，想要讲故事，想要陪伴。但是当咱搁徛伫遐的时阵，搁发现，原来咱啥物拢无法度做，原来咱啥物拢无法度做。所以咱开始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咱嘛一直逐个人拢咧想，到底会当用啥物方法来解决无？敢会当有一寡较好的制度无？敢会当有一寡较好去啥物帮衬会当弱势的人无？到底上尾啊，咱拢会一直塞责任讲，看政府会当提出一个啥物款搁较好的办法、甲鼓励的制度来改变这一切无？老实讲，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去面对这个改变。教会徛伫这个时阵，徛伫现场的时阵嘛，一直咧问上帝啊，到底阮会当做啥物？咱嘛期待有制度，咱嘛期待有一个会当解决一切的方法。铁脚家一直咧带人思考这个问题。当咱期待讲政府，也是期待一个机关提出一个好的办法来照顾、来陪伴每一个人的时阵，铁脚家会问一个问题：是讲，如果一个社会真正会当想出完美的制度去照顾每一个送向人甲弱势的人的时阵，敢讲人都会当对你厝边的人完全无感觉吗？伊咧问这个问题哦。如果咱期待讲有一个完美照顾的制度，但是铁脚家咧带咱思考的是，如果有一个社会真正想会出这款制度，照顾每一个弱势者，照顾每一个善车人，但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卖管遮，因为迄拢是别人的责任的时阵，铁脚家咧讲，这敢真正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吗？想要我靠制度来改变一切，但是人甲人中间无关心，制度去照顾遐个软弱的弱势的人的时阵，这敢真正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伊讲，确实一个道德的社会是一个相信制度会当解决一切，颠倒去忽略身躯边的人所造成的，这敢真正是道德吗？铁脚家一直咧带人思考这个问题，我感觉。这嘛对今仔日的教会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提醒，特别点伫咱长老教会内面，长老教会是一个真重视体制甲程序的教会，因为咱确信通过民主的方式，咱会当做伙敲吹上帝的心意。嘛，因为安尼，点伫教会内面，咱定定有开袂了的会议，对无？咱定定有开袂了的会议，咱定定有足侪事需要伫遮议会讨论，因为咱期待通过上帝的圣神，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咱共同用民主的方式来敲吹一个下伫上帝心意的决策。所以咱足重视制度，咱想要用制度来解决问题，但是到底上尾也会发现啥物？问题未改变，问题会安怎？你原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无得到改变，伊会阁生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出来。到伫上尾也就发现，原来咱规个身躯边全部拢是问题。一直想要去解决，但是无法度去解决。原来咱想要倚靠人的智慧，也是人的制度，要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时阵，有可能咱也行入请工的，咱也真做迄个请工的人。咱想要依持一个制度依持一个咱认为的正确，结果咱行入一个请工的思考中间，我敢若想要互一切拢照我所想的安尼，我敢若想要互一切照我所想一个完美的社会，反正安尼做就对啊嘛。结果耶稣所对咱讲的是啥物？伊是牧者，毋是请工的。耶稣对咱讲，伊是牧者，伊是好的牧者，而且这个牧者是为着羊放杀性命。当伊看到身躯边遮个软弱的人的时阵，伊所想的毋是去解决因的问题，
乃是爱去为着身躯边的人放杀性命。这是耶稣所对咱讲的一个真大的挑战。看到问题，毋是想要去解决，是咱爱不断去面对，讲我敢会当真正为着遮个人放杀性命，将我家己一切献出无？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但是这是耶稣对军队伊个人所讲的，所以伊讲羊群甲牧者是一个真水的画面。伊讲我捌我的羊，我的羊也捌我，因为我爸认捌我，所以我嘛认捌爸。耶稣所咧讲的是，伫这个羊甲牧者的关系下面建立伫一个真重要的关系是啥物？这个关系建立伫上帝甲耶稣的疼，上帝甲耶稣的关系，上帝点伫基督耶稣内面的疼，所以耶稣也显现这份疼，点伫整个的羊群中间。所以咱会当看到一个羊群咧缀这个牧者的时阵，会当做伙经过死荫的山谷，做伙经过一切豺狼的攻击，然后安歇伫清净的水边，安歇伫青翠的草坡。牧者甲羊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当真实的牧者进入伫羊群内面的时阵，羊群袂有任何反应，因为羊群认捌这个牧者是因中间的一份子，迄是疼。请工的人认为我只是来做工的，所以你是你，我是我，我甲恁无啥物关系。但是牧者是，我是羊群中间的一份子。我毋是独立伫恁外面的，所以因为我是恁中间的一份子，我愿意为着咱大家奉献我家己的性命。这是耶稣所教予咱一个真重要的应允。也照着安尼，咱也看到讲，这份疼会一直展现点伫每一个时代的教会。而且耶稣也讲啊，遮个羊群内面，佫毋单干那内底，佫有啥物所在？佫有点伫外面的。所以耶稣的疼是带整个的羊群不断去无共款的所在，踏出外面，一直咧外面的人讲，做伙来到伫这个羊群的中间，咱做伙成做一体。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但实际上点伫咧饲养的世界内面，牧者若是死去，会发生啥物代志？牧者若真正死去，这个羊群就安怎？就全部拢死煞啊！所以过来变安怎？若是耶稣讲，我为着羊群放杀性命，看起来真美妙。但是，当牧者真正死亡了后，这羊群毋是陷入一个真大的危险中间，豺狼来危险来，全部都甲这羊全部拢赶散嘛。所以耶稣用伊的性命咧讲的是，因为好的牧者为着羊群放杀性命，这羊群会当成做一体，也点伫伊国活了后，这个团体要活出。新的开力，这个开力对来，新的改变。这个开力就对新的改变来，咱新的改变安怎讲？我互恁一条新的命令，就是恁爱安怎？爱彼此相疼。我怎样疼恁，恁也爱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就知恁是我的门徒。所以耶稣所表达的是。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了后，所留落来的脚只是迄份疼，要继续点伫整个的团体内面，整个这羊群内面，这个疼要展现真实的气力，抵挡一切困难，抵挡一切外在豺狼的攻击，
危险的原因。所以，咱现在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教会？现在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为咱每一个人放下性命，然后展现耶稣疼咱每一个人。所以，咱会当坐点伫遐，围垒做一伙，成做一体。这是现在的教会。所以，当咱咧看到足侪软弱的人，当咱咧看到足侪无法度改变的时阵，现实无法度改变的时阵，重点是咱是一体。咱是一体，咱毋是讲啊，迄个是软弱的人，迄是困难的人，迄是有问题的囡仔。所以迄个所以我就是甲物件交互伊安尼结束啊。是，当咱要传福音的时阵，是咱真正愿意将因当作是咱中间的一份子。虽然咱无法度真正完全解决伊的问题，但是耶稣一直咧讲的是迄个肢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阵，都全部的肢体共同咧受苦。咱是参与点伫人困苦的中间，参与伫人性命的中间，嘛照着咱不断看见每一个人性命的需要，咱才知原来上帝你爱我做啥物，互我一个好的陪伴。这其实是一本册啊。一本册的册名，华语的册名叫做《许我一个够好的陪伴》。许我一个够好的陪伴。台语我一直想要安怎表达这个翻译。伊讲够好的陪伴是，伊个用英语讲，迄种 good enough。good enough， 迄个好的陪伴是有够好的陪伴，够野的陪伴。这是一本册，伊咧讲一个台湾的女性吼，伊正做一个德国的新妇。一个台湾的女性，伊甲德国人结婚嘛，伊甲德国人结婚了后，伊就正做德国的新妇。忽然有一天，因拢踮伫，嘛无踮伫德国，无踮伫台湾，踮伫敢若伫中国咧工作。有一日，这个新妇接到一个消息，讲伊的大家癌症到伫性命上界尾流，伊的大家已经挨满，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台湾的新妇做一个选择是啥物？这个台湾的新妇讲好，安尼我来扮演迄个照顾的人，我就去德国，去因先生的厝，伊要去照顾伊的因先生的妈妈。台湾人听起来拢感觉这袂歹，理所当然。但是这个德国的新妇讲吼，伊头一日转到德国的时阵，就拄着啥物？拄着啥物反应？伊头一日转到德国的时阵，德国人甲伊讲：“你来创啥？”因直接甲伊讲：“你为啥物要来？这毋是你的代志。”伊足直接接到的反应是：这毋是你的代志，你为什么要来？因为对因个人主义、个人文化的中间的时阵，其实因无即款讲一定爱照顾是大人的文化。所以当这个台湾的新妇，伊家己讲，伊应该爱派去，因为伊无咧工作，伊先生咧工作，伊就踮伫厝内底，伊感觉伊会当扮演这个照顾的角色的时阵，转去到伫德国，所拄到真直接的回应是：你为啥物要来？你来遮要创啥物？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咧照顾会拄到啥物问题？拄到足侪冲突啊！拄到足侪无共款的冲突。当伊的大家可能家己咧食饭，无法度摕物件会落去的时阵，这个新妇就足急的，赶紧想要去帮忙的时阵，结果这个大家就讲：这无你的代志。对迄个过程中间，伊真艰苦，嘛慢慢一直咧想，我到底为什么要转来？为什么要到伫伊先生的厝？慢慢，伊开始发现一件事：当伊踏出无共款的世界的时阵，
对无共款的文化，伊无认为你爱做即件事。迄是台湾人认为讲，我敢若做人的新妇，我感觉我应该爱有孝敬爸母，应该爱排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但是对无共款国家的人来讲，伊认为你有你的生活，你有你应该爱负的事，你无应该爱排这个责任。啊，所以伫这个慢慢一直拢咧冤家，嘛一直踮伫足侪争执的中间。但是有一日，伊家己讲，伊看到伊的查某囝，伊看到伊的查某囝，真自然甲阿嬷伫遐咧讲话、做伙食饭。当阿嬷需要去便所，伊会喊阿嬷去便所。当一切需要真自然而然踮伫遐咧陪伴的时阵，伊忽然间体会一件代志。伊忽然间体会一件代志是，原来伫伊感觉伊要转来德国照顾家己大家的时阵，是用新妇这个角色来思考。因为伊认为伊是新妇，所以我应该爱做啥物，是足侪应该，足侪理所当然，是责任较侪，是应该较侪，啥物较少？无啥物感情，是足侪应该你爱做啥物，我理所当然爱做啥物，毋是我真正疼这个人，毋是我真正疼我身躯边这个人，是我感觉我应该爱做这个代志。啊，所以伫这个一路陪伴的过程中间，慢慢伊去体会到讲，原来伫这个照顾甲陪伴的过程，需要的毋是专业。需要的毋是应该爱安怎，需要的毋是尽一切的义务，需要的干那是啥物？就亲像伊的查某囝甲阿嬷伫遐自然而然咧陪伴、讲话、食饭，啊需要去便所就看伊去便所，看伊无问题。原来真正需要的干那同在，真正需要的就是。人甲人中间是同在，你甲伊做伙安尼那尔。但是这对咱来讲足困难的，因为咱嘛受到自细汉到大汉咱的教育，所以咱头壳内面拢有足侪应该，咱有足侪应该，拢有足侪理所当然应该爱安怎，啊应该爱有制度，理所当然爱有一款策略，理所当然爱有一寡办法。结果到伫上尾啊，咱会发现。人甲人彼此咧互动时，咱拢是责任，咱拢是应该爱安怎，毋是真正咱踮伫遮，咱是做伙彼此咧合作，咱是彼此信任，就是迄个羊甲牧者的关系啊。啊，迄个伤济应该，伤济理所当然，伊就成做一个啥物？哪亲像请工的共款，虽然伊无一定摕到金钱，但是迄就是一个请工的。哦，所以这是一个工作，我应该爱做这个工作，我理所当然爱做这个工作，所以我爱来做。因为无别人，所以干那我会当做。咱失去一项最重要的事，伫今仔日的教会来讲，这也是一个真大的提醒。咱每一项头壳内面拢有伤济应该爱安怎？咱理所当然爱安怎？应该爱照制度，应该爱照什么款的规矩？应该爱安怎？袂记你讲，咱是每一个人做伙生活伫一间教会内面，生活伫一间教会内面重要的是，咱做伙，人甲人中间，咱会当相做伴；人甲人中间，咱会当真自然而然相亲安、相斗阵。啊，看到边仔的人需要的时阵，我会当甲伊做伙，我会当提供啥物？咱袂记哩这项事。所以踮伫希腊文内面呢，因讲的照顾的意思，毋是干那我互你那尔，毋是我去照顾你，我互你。因所讲的照顾是一个彼此互相斗相共的过程，毋是别人的责任，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
一个政大的老师，伊咧讲，现在咱台湾社会少子化，尤其这2礼拜一直咧讨论，咱少子化是一个足大的问题的时阵，伊讲吼，敢若讨论少子化无够啦，咱即马爱好好想一个问题。伊讲，别人的囡仔最重要。伊讲，别人的囡仔最重要的，为虾米？因为到上尾啊，你会发现，咱拢需要别人的囡仔。咱到伫上尾啊，咱上界需要的是别人的囡仔。当咱家己的囡仔已经无伫咱的身躯边，当咱家己的囡仔已经毋知影走去佗的时阵，咱到上尾啊，拢需要别人的囡仔。啊，但是咱若需要别人的囡仔，如果伊是别人的囡仔，啊，就无真好，应该理所当然啊，敢毋是？如果到伫上尾啊，咱需要的拢是别人的囡仔，安尼无真好，应该无真好，理所当然才会输。啊，若是咱期待别人的囡仔会当好好对待咱的时阵，咱必须来安怎？咱嘛爱好好啊斗阵嘛。咱嘛是一个彼此好好斗阵，无真好。一个人是讲啊，我较厉害，所以你应该爱安怎？所以这个老师提这个问题真趣味，讲咱爱好好啊去思考，怎样甲身躯边的人好好斗阵，毋是干那共年纪的，包括无共年纪的，包括少年人，咱怎样好好甲别人的囡仔做伙徛起？甲别人的囡仔好好啊沟通，所以有当时啊，咱会足直接的，咱头壳内面缀伤侪应该，缀伤侪责任，所以咱定定会讲，这交互少年人，这交互少年人，啊，这事无家己无想要做的时阵，这互遐个少年的去做，啊，但是吼，我逐摆拢甲大家讲，你讲即句话的时阵，先看者你后壁有偌济少年的，我定定甲我同辈的人讲，阮即辈就已经拄着真大的挑战啦。因为我的阿嬷伊生几个，我的阿嬷伊生几个，我的阿嬷生无济啦，伊有4个，上少嘛4个。啊，阮爸爸生几个？2个。啊，现在咧要照顾，进前佫有4个会当做伙，啊，即马剩2个啊，若是无要安怎？若是下骹剩1个，也是无囡仔会要安怎？所以就需要别人的囡仔，咱就需要别人的囡仔做伙来照顾，做伙踮伫遮。所以千万毋通讲这交互少年的，因为少年已经无几个人啊。啊，当咱咧讲交互少年的时阵，是咱过去6个人咧做的工作。咱若是6个兄弟姊妹，啊，少年迄辈剩2个，意思是6个人的工作要交互2个人咧做，啊是搁较可能，就是敢若孤囝的，就是6个人的工作要交互1个人咧做，所以千万毋通讲这交互少年的，因为少年的愈来愈少，咱是踮伫一个共同体内面做伙好好啊徛起，好好啊陪伴，做伙去敲吹，咱会当怎样行头前的路站。所以这个老师讲的真趣味啊！好好啊，甲别人的囡仔做伙，甲别人的囡仔会成做咱生命中间真大的祝福。教会就是安尼，因为踮伫教会内面，咱拢安怎？伫教会内面感谢上帝，咱拢甲别人的囡仔做伙踮伫遮团契。无参与踮伫教会的人，有当时较困难是伊敲吹袂着，会当甲伊做伙。但是踮伫教会内面，咱会当踮伫遮甲别人的囡仔做伙学习团契，啊，学习踮伫遮，咱拢咧经验啥物？耶稣基督要成做咱至大的牧者，是耶稣基督成做咱的大牧者，引带咱，互咱会当好好踮伫这个团体内面，咱做伙成做一体，活出彼此相疼。这个彼此相疼的气力，互咱得到迄个 good enough 好的陪伴。伫迄个彼此相疼的过程中间，咱就展现出来，这个陪伴是一个充满愿望，毋但充满愿望，也充满实际。
会当去解决咱现在问题一切的根本。所以，当来到一开始我所讲的，当迄个老师咧问的时阵，检采教会真歹讲，教会会当做啥物？但是教会唯一会当做的是，好好啊活出彼此相疼的生活。伫即个彼此相疼的过程，咱无足侪应该，无足侪理所当然，是尊重每一个人，伊有伊的主体性。但是咱踮伫即个团体内面，咱会当相包容，咱会当相斗阵、相扶持、相照顾，因安尼，咱看到新的未来。所以，耶稣真做咱上重要的牧者，伊也不止一摆讲，伊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羊群放杀性命。咱已经领受这份祝福，咱要将这份疼分享给咱身躯边的人。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当阮自集的时，阮搁一摆见证，阮是你的羊群，你是至大的牧者，咧引带阮头前的路。你毋但引带阮，甚至你也讲，你为着阮每一个人放杀性命，因为这是显明上帝踮伫主耶稣内面的疼。主照着安尼，阮也学习彼此相疼。愿你踮伫阮，愿主你真做阮的气力，互阮放落济济应该，放落济济理所当然，是好好啊去款待身躯边的人，好好教阮身躯边别人的囡仔相斗阵，互阮会当做伙真做一个羊群，伫你的引带内面行往新的未来。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36首，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
达上帝恩典，那参加来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较济，咱即时我的报告，请咱看周报第8页，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会地下室甲厕所工程已经完工，咱的工程款是拢总708803块。到目前为止，为着教会修缮的奉献是拢总706781块。咱报告互咱各位兄弟来知影。第二点，本主日是家协中心奉献主日，请为着家协中心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三点，4月30就是礼拜5，伊丽莎白的照顾的工程的讲堂。讲师是台中科技大学的护理系的助理教授谢佩伦，伊的讲题是社区生活照护理外滩，地点是伫伊丽莎白的纪念教堂。咱因为防疫的缘故，咱为着要公款人数，所以请要参加的兄弟来先到办公室来报名。第4点，今日礼拜3了后，咱敬拜团要举办音乐设备的架设教学，请各敬拜团的团员伫第2堂的礼拜3了后到1楼的副堂来参加训练。第5点，上礼大学要伫4月28，就是礼拜3，上午9点50到11点20。要邀请新代曼陀林的乐团来演奏，
欢迎兄姐甲乡年第2的学员做伙来聆听美妙的音乐。地点是伫大礼拜堂。第6点，咱下周是部会周，咱请各部长召集部员开会。5月16，伫第2堂的礼拜三了后，伫社区法庭中心的咖啡屋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团契会长、机构首长参加，并且将要开会报告资料伫5月12进前交予干事。然后就是咱教会阁有出一寡东升，阁有周年的迄种刊物，阁有周报的核定本，阁有迄种一寡旧的信息，咱放伫教大楼的边仔遐，咱等下礼拜三了后，会当去自由来领取。好，基地的交通第1点，吴玉婷兄弟甲潘氏琼英小姐已经伫昨昏举行结婚礼拜，咱感谢大家关心带导，愿主祝福一个新的家庭。然后一个补充的报告，就是本教会罗里爱死姊妹已经伫4月2日蒙主恩调。罗里爱蜜姊妹，伊享年是78岁，要定伫4月30日礼拜5下午3点，伫大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为主。咱下面咱来看本周的经句。我先读一解，然后咱做伙来读2解。我是好的牧者，我把遐个属我的也捌我。约翰福音20章14节，咱做伙来读2解。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捌我的也捌我。约翰福音10章14节，搁一摆。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约翰福音10章14节。好，下面咱请牧师来介绍新的人客。好，咱昨玉婷甲琼英结婚吼所以因来伫咱中间，咱恭喜因。请坐。头拄有报告迄个艾蜜姐，艾蜜姐是副乡嫂罗富雄兄弟的太太吼，所以咱要伫即礼拜拜五下晡3点伫大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嘛邀请家庭团契甲上好团契要做伙献慰思，所以嘛请咱为着富雄兄因的家族来关心甲带导。好，今仔日有新的人客，有品秀姐的姐妹是无？陈素贞跟陈美珍，唔知伫后壁遮，咱就会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好，多谢请坐。搁有黄文尧牧师，欢迎伊对退休牧师，欢迎来到伫咱中间，会当甲咱相敬拜。好，我做以上补充。咱三界来吟祝福齐恳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我来与主耶稣基督里面我的主名，以为主的救赎。
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定定甲恁大家三弟弟对答到因世代无煞。阿门。阿